大家好，我係小游。今集一機走天涯，主角係一位好有氣勢嘅野生朋友——犀牛獵蜥。犀牛獵蜥原產於加勒比海地區，係世界上最稀有、體型最大嘅獵蜥之一。雖然犀牛獵蜥外形霸氣、蜥蜴力強，但其實佢哋係瀕危物種。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嘅評估，佢哋被列為瀕危等級。主要原因包括棲地破壞、人類開發、外來種入侵，例如貓啊、狗啊，同埋非法走私寵物等等。目前野外族群只係剩低加勒比地區部分島嶼，例如海地、多明尼加共和國同部分保護島。為咗保護呢種古老又獨特嘅生物，當地政府同埋保育組織都有展開繁殖計劃、棲地修復同埋教育推廣。而全球動物園包括日本、台灣、美國等地都有參與人工繁殖同埋保育教育，希望令到犀牛獵蜥可以延續生命，唔會喺地球上面消失啦。佢哋個名就係因為額頭有角狀突起，好似細細隻嘅恐龍咁。呢種獵蜥多數係草食性㗎，鍾意喺日頭曬太陽、食蔬菜水果，性格溫順但係有警覺性，係好多動物園入面人氣爆燈嘅爬蟲明星。如果你想我介紹更多可愛嘅動物、特別嘅動物，留言話我知啦，我下次就帶埋部相機實地影俾你睇。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！我哋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